罗马书第8章。安尼，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，因为通过基督耶稣，迄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，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律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。伊找家己的囝处甲人同款有违犯罪的本性，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，来处理罪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，会当实现伫咱遮的无照本性，是照圣神的引带得生活的人。因为顺坦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，毋过顺坦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。意向本性，结果是死；意向圣神，会得到活命甲和睦。安尼，意向本性是抵得上帝，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其实嘛无法度顺服。顺服本性的人，袂当互上帝欢喜。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点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恁活，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的神，若点伫恁内面，就是互基督。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，通过点伫恁内面的圣神，会互恁治到死的身躯得到活命。兄弟姊妹，安尼看，咱有欠债，不过毋是欠本性的债，趁本性得活。恁若趁本性活，会治到死；恁若靠圣神除灭弱肉的行为，就会活。互上帝的神引带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。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，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，要生活伫惊吓中。恁领受的圣神，是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靠这个圣神，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！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作证，讲咱是上帝的囝儿。既然咱是囝儿，就是继承人，是上帝的继承人，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。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，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。我想，现今这个时的苦难，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荣光，袂比伫。被造物迫切得听候上帝正囝儿的显现，因为被造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，毋是出于因的本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不过被造物要得望，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透放，来脱离为败坏的拘束，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荣光的自由。咱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要做伙得痛苦哀叫，做伙经验摧尽的苦痛。毋若被造物连咱才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，嘛得吐气听候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囝儿，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。因为咱靠这款望得到救。看袂到的望，毋是望；看袂到的，哪着望？咱若望迄个看袂到的，就会忍耐听候。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得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。毋过圣神家己用话，
袂当表达的吐气，替咱祈求，了解咱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照上帝的旨意替信徒祈求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听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，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，通互伊的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。搁伊有先决定的人，伊嘛甲因警调；伊警调的人，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；伊宣判做义人的，伊嘛互因得到荣光。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得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。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毋是基督耶稣，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，搭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得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骄傲，是散车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为着恁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，拢毋是伫遮一切的代志。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